丫丫晚上好，小丫晚上好。对啊，回台北了，回台北就要出门工作了。你们有跟到早上的热气球吗？哦。没有先不眠，有啦。吃完早餐在台东鹿野，然后下山之后跑到关山吃早餐，然后吃完早餐之后就睡觉了。对，睡觉起来就发现时间快来不及了。对，因为我儿子晚上还要补习，所以一定要赶快赶回来台北，所以才没有到景点下去看一下而已啊，很快就上车了。对啊，早上6点多，哦不止哦，5点吧。我是没有，晚上12点到花莲。然后花莲开车过去到鹿野，大概3点多快4点吧。对啊，3点多快4点。对，直播到6点半，然后4点就在那边小眯一下，不过我也睡不着啦，所以我整晚几乎都没睡。然后到5点就起来，就准备从停车的地方走到活动会场。不过每年的热气球都有一点不太一样，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有几个都是新的，有几个是每年你都看得到的。陈毅晚上好。惧高症，对啊，我有惧高症，我真的有惧高症。我太高了，我就会软脚、扔咖。对，太高的地方啊，包含什么？之前有去过，不知道是哪里哦，南团哪里有个天空步道，有。对，那种我看到下面的我都会软脚。是可以走啦，但是就是对，尽量不要看下面。我有经过那边就没有进去看，没有，它有分时段性的，有早场的，就是5点半到9点吧，8、9点，然后下午场好像是5点半到几点忘记了，对，它有分2个时段而已。然后每个礼拜2热气球都公休。但我那种惧高症
并不是很严重的。你看它高，你就连走连站都没办法。我不是这种的，对，我是还是可以站，还是可以走，但是我就是对，还是尽量不要看下面。我好像只有去年是光复那个什么光复乡的那个吗？土石流的那个吗？我有点忘记，反正我这只有去年没有去。热气球就是每年的7月到8月底这样，差不多都是这个时间点，对啊。李妍姐晚上好。那颗台风又变胖了，好像是礼拜五吧。礼拜五最严重，5、6、2天是不是？离台湾最近嘛。目前我看气象报告好像是说，是不会登陆啦，但是会扫过东北部这样，好像是这样讲。然后变成西北台会对那个东北部，包含北部都会很严重。建国晚上好。我又要出手了。我每年去看热气球，是因为说，对，就是想说去花东走走，然后放松一下心情。对啊，因为我觉得那种环境啊，那种对，看山看海的感觉就很舒服啊。早上台东，晚上台北，当然啦。还有我儿子要补习啊，所以还是得回来台北。对啊，他要去补习啊。我要工作啊。对啊。所以我那早上直播我才说要快闪台东啊。对，本来想说热气球播完，对，热气球看完，然后吃个早餐，对，眯一下，再带大家去看一些景点这样。可是后来我觉得，对，一眯就有点好像超过时间了。对，超过时间就来不及啦，因为从台东鹿野开到花莲，至少都要3个小时吧，3个多小时，所以有点时间跟不上。对，时间来不及啊，所以一些景点也是晃晃而已，晃晃。我怕大家看直播或太无聊，所以我就没有播了。还有机会啊！到台北快11点了，那还算早啦，还好，还算早啊。因为台东到花莲这一段其实就很狭长了啦，大概都要150几公里吧。前面有一个人挥手哦。你好。右转过光复桥。好。
可关掉吗？我要去泡茶。谢谢啊。
都直走哦。对，过三民路再直走哦，快到直线高速。前面那个红绿灯过了，靠右走。这个红绿灯吗？好，我说200给你走。OK， 拜拜。谢谢。怎么绕了一圈又回来台北了？明珠姐晚上好，第四龙晚上好。安静，台北今天没有啦，刚刚乘客说要怕吵啦，怕吵啦，对，我就觉得你在路边会不会也怕吵？绕了一圈又回来板桥，怎么一回事？没音乐不习惯，有音乐我都快睡着了，儿子不习惯而已。你刚才讲到哪里？反正就是快闪就对了。这也是其实就是昨天晚上8、9点的时候临时决定，也不是8、9点，大概傍晚的时候临时决定的。对，因为我儿子就说他礼拜一放假，就是打工不用去放假。然后才想说啊，不然来冲一波好了，就是这样。但是他虽然是打工放假啊，可是他晚上还是得补习啊。你还以为今天没直播？为什么？有啊，一大早有直播呢。你可能还在睡觉吧，珊姐。
那我要回来台北才有办法啦。对，想说回来台北出门，对，再来开就好了。有啊，那是一大早事情，对，早上在台东，对，晚上在台北。他说感觉好安静，对对对，刚刚他有说很安静，因为没有开音乐的关系吧，我觉得啦。我下一次去屏东，然后呢？Sorry, I understand the sleep, but I'm sad. I think what. 他听不懂我们说的啦。他要使用翻译软体，距离上一次翻译，我选择放弃。干嘛那么快就放弃呢？还好吧。屏东有很多好玩的，譬如说是你要介绍啊，你要介绍一下啊。屏东有名的，我觉得应该是什么？那叫什么冷热冰是不是？有一个叫冷热冰嘛。但我前几天看到短片写说，好像不是只有冷热冰，好像还有一个叫刀削冰啊。海参馆每年，你不要说每年啊，每次去应该已经去了4、5次了吧。每次去屏东、垦丁都一定会去海参馆。雾台是什么东西啊？不论是大雨天、流言，还是大半夜，有一群人正在跟时间赛跑，准备好。雾台不是日本吗？你好，你好，你朋友面前路吼，12号。民权路呀。对，朋友面前路。啊，考完咯吼。民权路站有哪些？哪里？
有想叫你卖那么多，我昨个先问你讲。呆了。啊，你叫我小弟，你会使叫，那个，咱两个到家里头啊。你看，出来沟通唔係你出聲，我咱兩個，乜插啦？我係出濟嘛。我乜插啦？啊，你迄邊我這邊，我這邊給我調，你邊我給我調。你講。把人睇我，把迄講啊，較早時會來嗎？有啊，都冇來啊。是講同學啊。對哦。我唔知佢啦，擺啦。你講佢咩啦？伊嘛俾講，2期。還是中國個兩條道。冇啦，我哋講呢都街喺無關。對啦，我都知。一次兩。這樣無關的，這唔是你，老李。啊，你是你。我聽有意思，老李。擺啦嘛，必須咁，你吹。你哪冇準備話？伊嘛講一句啊，就你袂來店的啊。嗱，個你講一講，啊，我佢你是別人嘛講，我知，別人是你吹啊，你無你心。我先啦，你講啊，當規則，當規則。安尼有啥？係啊，啊，你來店毋是咱兩個，毋是？我等咗，有咩人交？啊就交好你，跟你什麼關係？老李？我嚟講，無人講你一句話。我嚟講，你講啊，咱店的人無人講一句話，一句話呢是啥？你敢知？很好，他們講得很好。他是那老人，我從來不講這句話。人，我老街那老人，我冇你真的很好。人嚟講我那老人，我冇人講我人。我是今日去啊，我當了是啥？啊大嘅。我但嘛是在第一嘛，咁啊，一個我才沒去，這個算一筆，我講你嘛，機會攏無對啊，有啊，兩隻經啊呢。我冇做啊，我想咱賣給咱來電話無？老李。我講過。啊，你別去。啊，我慢慢我係。啊，大家先。好了，我這通哦，你要回家。我老家冇去到。你想要講好像咩兩尾做？可以啦。你講唔愛去，你自己你咪是個你家全部揀。但係你老老嘢。咩你講我叫我？炸，我先走掉啦，我袂動嘅。啊，咱係想叫咱人，咱個個店的你做歡喜，我們就回家啦，好不好？你明那邊你個貴，你個咩老李？你都講你家，你就啊，到得。到得。啊，你炒個肯定店。我你講法。你又念個成功講得真係。那個有啉過。啊，你念我念個對啊。啊，你較後底啊。啊，冇啲奇怪，我對今個我念得好。對啊，這個是個進步的，必須啦，你去帶着。行哦，保一下。那小金，我真正這個地方，我承認，春夏秋冬嘞，老李，你開都唔夠標，你個就係啦。唔是你嘅。喂，你看好啦。你我靠你，是我靠嗎？我是中
我小姐姐，我哪有哭啊？我等我找我手机，我都无哭，我是讲你要休困咩？民权路啦，12号，啊，你即摆胃口好无啦？有啦，有靠。你等下，我有看两通。哎，民权路12号，我要去哪里啊？啊，我即摆去哈，我到了，要到了，好 ，OK， 好。哎，要去吗？喂，你要去啊？你就讲无的咩？民权路12号啊。对啊，我想，我都靠你，我亲，我亲，那我想你呀、真的会想你，因为饺子都会想你，那怎么办？ 200。好啦，今日消防来电话你知无啦？再来，再讲无啦。反正小蓝毛开啦，我老李也开啦，小伟伊开900啦，老李对不对？啊，你怎么来对还有听有声呢？再讲民权路12号。哦，好啦，你也会听嘿 ，OK 啦。啊，你不会怪吧？哈。好 ，OK， 好，明天见了，啊 ，OK。我帮我记，我感觉。你刚刚真的就是很没看。 前面我觉得3米多的我操，我都3個4個。我来的我。都变成这样。13年。咱兄弟咱个本来三无出无骗你放心。那谁？那么一个，就，什么？那个咱三兄弟呢？多爱去对不对？一个2，一个讲，我变那个我甲你问，我真的看见大哥对不对？你上大啊！ 2妹你冇，我都唔捌看。 2妹，我2妹。我3妹啊。你我捌看。我问下去阮兜，村里尔，我没有。你到就你码头。对啦。我问下你莫食，你伊食饱才怪你，敢知？有啊，转来搁食，伊还冇食，伊讲啉杯搁转搁。我叫问下你莫食我。 用我带去食。啊，你还未到啊？伊个最好啊！对对对，迄个你也知。我拢唔知，我真我拢唔知。老李，就是哦，我无啉大家家己，无即个那恁就是我兄弟啊，我的小弟啊，算缘分。咱是来哪有啉？我哪有啉？ 我当作好朋友尔。其实，问下你较在高雄，随时我有照顾咱朋友讲，我做过足济，那无所谓，迄算缘，老弟，本身是缘分。啊，你搁转来时，跟我话讲，我嘛请你，啊，你若为高雄起来心意，咱两大家斗阵，就算缘，而且缘，而且缘。
是足奇怪啦，也唔错，还是大姐，伊连我从来无认他啊。我甲大姐讲，我兄弟免认啦，我甲大姐讲免认啦。啊，大姐生活上大，我毋知佫一个哥哥，伊尾啊，等去日本讲，叫大弟呀，哎对，无，用我大弟，后尾是甲叫，叫你大弟，无，伊佫一个是叫二弟，我才知影佫一个大，你个大弟呀，我那个，啊你这毋是佫一个大哥，啊个大哥，我大弟呀，我叫大哥，我啊，叫你大弟。另外一个叫大弟，伊尾啊是叫我我那孩子包叫二哥，哎咯，你说讲我啊，啊你大小比较大，你上大小比较大，对啊，啊就叫二弟啊就对啊，伊尾去日本还讲二弟呢，我向错一个，二弟，但是哦，都是自己应该大姐二弟我奇怪，啊不是大弟嘛，我唔知讲大姐大弟，啊我那，你详细我知啦。我大哥。你应该是那种看你的相片哦。为什么你应该？我看妈妈不怎么样呢。我妈妈上水，有，无，是个。我妈妈是阿爸嘞，我爸过烟头，真的啊，我都不看袂到啊。伊本来我去本来房间本来摕你的相片，大姐二姐。你讲阿我啦，那边你看哪烟头？真的面的，啊你嘞？我爸，你背你门来看烟头？我，哎呦，看这相，我好啦，我不想看嘛。是你家己讲，不过你讲的足实，要娶都无用。我只要继续生活，你大家要娶一个某就无，靠可怜，真正，我无想要相信。老李，我真正无相信。哪有可能？你要娶就无，要娶就无。我坑在心肝。我不骗你骗我啊！啊，你问人知无？拢知啦，伊讲唔知啦，拢知啦。伊上去，伊台语，175，我2包的哦，免走了，免走哦，谢谢那了，谢谢你，阮真感谢你。谢谢你。那你还行吗？两个还好啦，已经算很正常了啦。这种每天都会有这种的，但我觉得这两个真的还不错，就都也没有什么，有喝点小酒吧感觉。
挥挥手走过来。哎，你好。我要坐电车，啊，县民大道3段，哦，我坐下面。哦吼。差不多几分会到？差不多10分钟吧。哦，谢谢。随风散落在荒凉的边界，原来掏心掏肺只是走了一段夜。收音机里哼着不知名的音乐，提着我那些被撕裂的昨天，真心被当成随手丢弃的笑声，在无人的夜懂得那么直接，但我不会永远留在天黑。吹进了撕裂的伤口，南下的公路，逆着风我一个人走。他们以为暴风雨能把我淹没，看着海浪撞击着驾驶的沉重，但他们忘了我骨子里的强韧。我们拍拍灰尘再站起，绝不允许被谁击倒。我们拍拍灰尘再站起，绝不允许被你击痛惨烈。天快亮，曾投出第一道光芒，那些算计已经追不上我的车窗，看清了虚伪，在店里没有同乡，丢掉行李，换上全新的武装，我要去闯，没人敢去的远方。谢谢那场雨，毫无留情打在我脸上，让我看清谁才值得留在身旁。这条路上就算风雨在交加，这片海洋早已学会和黑暗对话。逆风的翅膀，才是最硬的翅膀。当吉他的和弦穿透了南方的夜，冷嘲热讽不过是点缀我的黑夜，把我推向深渊，那就从深渊爬回顶点，看着吧，我会活得比过去更耀眼，让现场看我笑话的人睁开双眼。我们拍拍灰尘再站起，把伤害都练成了盔甲。我们拍拍灰尘再站起，这一次要拿回我荣耀。一路下的迎着阳光，背叛的痛逼出了坚强，击不了我的冲撞，让我更强大。南方的风带我出发。换上最舒服短袖，倒一杯冰啤酒，电视转播球赛节奏，掌控在我。流浪分算什么？绝对有机会翻
就自信，把期待已久的胜利统统装进回忆里。今晚不理会任何工作，偶尔也要对自己放纵。就在看到最后一秒，才能充满超能力。看着球员拼命奔跑，丢的所有烦恼，全场欢呼的声音是最治愈的曲调。现在3段哦，这边3段哦。这只走右前方有个安全帽店，在那边停车。安全帽店好。都跟着沉重，手心出汗，盯着荧幕，投上就万击一球，就忘记忆中出现的情绪，活过了漫长的等待。我们都在计划着时刻，寻找着快乐的方程式，棒球划过天际线，落地变成蓝调球，全场起立，疯狂打破，这心情真是不透了。看着球员拼命奔跑，丢掉所有烦恼，全场欢呼的声音是最治愈的曲调，再倒数一次，准备好。闪闪发光，眼中闪闪满目。看见 sunlight, feeling so good， 不需要理由，今天就要放松，奖励自己，一切都 alright。做自己生活的主角，活在自由的节奏，欢呼的意义就在这一个瞬间完美盛开。这边吧。对。好。谢谢。这个人讲话好像他怪怪，感觉啊，感觉跟他怪。着我自己的节奏，旁边的嘴唇怎么动都与我无关。他们聚在角落，眼神这边哦，转角处有台车停在这边，他被人说，哎，你出来就看不到那边对向来车，这蛮危险的。茶余饭后的碎念，只是廉价的背景。吃毒什么意思？哦，你说刚才那个呀，不晓得呢。对，我们没凭没据的。对，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他讲话就是有点，而且哦，他一直在流汗呢，我不晓得为什么。对，就感觉就是好像很奇怪。
It's not very nice. 哎呀，哎呦，何必把时间浪费在别人的嘴唇上？转过身，闭上眼，保持我最舒服的温度。在意，离我远点，少在哪里自以为是地对我说教。在意，ちょっと待て。看到最低快乐是我的。外面在笑，关我什么事？在意，离我远点。霓虹灯闪烁在城市的街角，我的夜总是比白天还热闹。隔着一片玻璃看着你在微笑，猜测是谁下一步按下开始的讯号，身体里塞满了彩色的骄傲。身体里塞满了彩色的骄傲。小熊的眼睛和熊猫的拥抱，每天都有人隔着窗对我讨好，其实他们爱的只是我肚子里的喧嚣。就在那瞬间，我扑通在跳，悬空的指尖瞄准了命运的轨道，抓紧了摇晃了，差一步就要尖叫，全场的目光盯着我肚子里的风暴。就在那瞬间，我扑通在跳，命运的齿轮倒数着胜负的宣告，等一声掉落落，恭喜你哈哈大笑，下一位准备好再次听我接下来的咆哮。有人怨我太过无情，之间总是太松慌，有人笑我算计纪律，藏着看不透的谎，但谁能懂我深夜里空虚的胸膛？当玩偶被掏空，只剩下冰冷的荧光。就在那瞬间，我扑通在跳，悬空的指尖瞄准了命运的轨道，抓紧了摇晃了，差一步就要尖叫，全场的目光都盯着我肚子里的风暴。就在那瞬间，我扑通在跳，命运的齿轮倒数着胜负的宣告，咚一声掉落落，恭喜你哈哈大笑，下一位准备好再次听我轻率的咆哮。头皮声再次响起，气势的音乐重新奏起，这一次你又能从我这里带走什么奇迹？哎呦，绕了一圈，还是在板桥。天
重复的日常，你已经很伟大。板桥短单多，着谁的肩膀又扛起黑夜，汗水流下湿透了身上的布鞋。板桥方便啊，三铁共购嘛。继续挺直肩膀，这默默的坚持都非常有意义。平凡中的新同学吗？你好哦。看我们紧紧坚守着轨道，拍拍灰尘依旧在微笑。这里是板桥，对啊。让泪水滚滚烫烫地燃烧，双手握住豪健的骄傲。火点燃了照亮深夜里的思考，梦抓紧了，就算没人为你鼓掌。哎呦，这双手撑起的家，就已经足够了。你好，你好啊。这边有一家热炒店，还蛮好吃的，大家有空可以来品尝看看，叫三角点，以前不叫三角点，以前叫林洋港，然后后来改名叫三角点。不点不出声，点了才出声，是这样吗？嗯。平凡中的闪耀，脚步要稳稳当当地站好，冲冲撞撞也绝不求饶。平凡中的闪耀，名字虽普普通通地微笑，灵魂却比钻石还闪耀。微笑却滚烫。科比晚上好啊。刚刚有点在度孤了，初めに地は混沌であって闇が視野の目にあり、あなたは言われた光あれ。啊，你们都这样子的啊，对，开放点歌才要出声呐，对，不开放点歌都没有人要出声呐。魔爪，我今天就喝了2瓶哎，对，12点过后就算今天嘛，对，凌晨12点过后到目前为止，我就喝了2瓶。今天几点到台北？4点多，快5点。咖啡也喝了2瓶了，2杯了。应该2杯吧，印象中。你看这个一直切过来。康贝特，小时候都在喝康贝特，但我已经好久没有喝康贝特这种东西。Airway 有，我买 Airway 的那个什么薄荷锭啊。呛凉的有效，
现在对于我来讲，好像什么都没有什么效果。就这样子吧。口香糖，因为你在咬啊，你在咬一直动就不会想要睡觉，对。保利达，明仔载开啦了，每天都用明天的气力，每一天都在预支隔一天的气力，这样好吗？没关系啦。哦，酒驾很严重，不行，对，千万不可以酒驾。对，对于我们来讲，酒驾会更严重。要去台北，当然要去台北啊！对，会在这边没有什么好处啊。刚刚第一趟不就是已经要到台北了吗？对不对？殊不知在一个大光复桥。刚我以为是音乐里面的配音，就有那个救护车的声音，结果是一台救护车从我旁边开过去。我想说这个怎么搭配的刚刚好。
情随时都会上演。你用你的正义对抗可怜善变虚伪的世界，最后对啊，刚刚好，很奇怪。就我当下真的以为是音乐里面的配乐，救护车的声音这样。就是赵又廷现在都到这个大陆拍戏了，然后不是娶一个大陆媳妇吗？媳妇。终于吃完了。高圆圆，对，高圆圆。对，但我刚刚一时半刻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他这首曲的高圆圆就在大陆拍戏啊，是吧？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我要那个林森北路，我们讲中华路哟。我要林森北路107巷。107好。46号等于是6条通。嗯，好。谢谢。不好意思，不会。我这里太复杂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走，只知道进去，然后出来都不知道怎么出来。里面的哦。对呀、我刚刚也不是从这里进去，因为搞到我现在进去，我都不知道怎么出来，太复杂了。等一下吗？你那条是单行道，你如果走林森北路是？你要？我知道从中条进去哦。哦，中条进去可以。可以哦。我就是6条。对，我6条右转。哎，反正你如果107巷46号。没有，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单行道。对，一条是单行道。因为它只能这样子拍，然后这样。对啊，对啊。对。
连理我都不理，因为我赶着要回去，所以我就离开了。阿天嘛离开呀。你有没有碰到他？我不知道，因为我只问我要怎么走，我不知道。所以那个煤蛋，我刚离开的时候，他还在里面。没有，他还在里面。我刚离开的时候，他还在里面。走了，那你呢？因为我没有看到然后我觉得没，我有看到你，但我有喊你，你没有理我，因为我赶着要离开。然后阿天，他中间也有开机哦，没意思，算了，没意思，真的没意思，没啦，心寒了，太扯了。同样的一个女人，这样来来去，你知道她花了多少钱？神经病了。他是有病是不是？他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只是我觉得这样真的，好了，不要危险，你不要再讲话了，你去休息。我妈被登记了，我要回去。我跟你讲，你不要再讲话，你讲话我都听不懂。你不要再讲话，你先把你喉咙养好，好不好？你这样讲我真的都听不到，好不好？怎么样？好，你先把你喉咙养好，你再这样下去，你真的可能要去开刀了，因为只要讲我都听啊，我以前妹妹也是这样子。后来他去检查，就是长茧，然后帮开刀。我没有跟你说我要回店里，我刚刚有喊你，但是因为我赶着要走，我也不知道东西南北在哪里。我让阿天跟我讲，他也不知道他只跟我讲从这里走，我还问人家，真的是烦了，算了。反正我就是我现在要回店里，妹，我要回店里了，我要回店里，我现在在回店里的路上。你呢？好，但是我跟你讲，你这样声音不要再讲话了，拜托你。我跟你讲，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话了，好吗？我真的很担心你，不要讲话了，好不好？你好好休养。我希望你声音不要去开刀，因为妹妹也是因为这样没有声音，然后这样去开刀，好不好？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子，你是感冒吗？感冒的话就不要讲话，几天就好了。不是，那你就不要讲话。好，那你就不要再跟我讲话了，可以吗？医生。好，那我不管，那你就不要讲话，好不好？你不要讲话，你安尼我会感觉就艰苦，好不好？你不要讲话，因为你真的没有声音了，好不好？你让我会很难过，好不好？那如果真的想喝，你就来店里，我请你也没有关系，不要为了那些事情，好吗？没有什么要与不要，我都跟你讲，家己的店咧遐，敢有惊人啉吗？不怕，好不好？我没有叫你们的原因不在于这里，我从来也不会叫过你们。不管恁好鬼不好鬼，我都没有叫你。就像今天梅董，他一直问我说我没有改，我说我没有换，我一直在这里，好不好？你们想来，你想来你也可以自己来，我请你都没有关系。真的，你不要把所有事情都看成说好像我看起来很重，我没有。你麦克讲啊，我安尼听我会感觉我真的很难过，我不让你这样子，好不好？你不要这么的吃力跟我讲话，好不好？是不要那么吃力跟我讲话。
我要你好好听，好吗？你有什么事你也不会跟我讲，那我也不好意思问你怎么样。再怎么样，就算你今天问我的一样的道理，谁我都一样，我谁一个都没有要，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要，包括睡狗，包括婴儿，我也都没有要。那我应该开炮，应该是我要去跟应勇赔钱。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跟他在一起？最近有在一起吗？哎，你又不讲话了。好了，没有就没有嘛。那我就跟你讲。卖个公是问一样的，而且不要再讲，难过好吗？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真的。你把身体养好，好不好？拜托你，你把身体养好。那个，你光今天你现在没有声音跟我讲，我跟你讲，你也很失礼，我也听不到，我不知道怎么回你。我怎么可能让你喝那个啦？你是怎样啊？哦，无可能，那就是无可能。我们不管再怎么样，怎么可能让你买醉自己呢？我今天会跟你讲说，我今天一坐下，我今天说我没有办法这样喝，因为是前几天自己喝到真的是，哦，喝太多了，然后喝到不行的是自己睡了2天，然后休了2天，真的不会骗你，真的礼拜六、礼拜五喝到自己真的喝到5点，然后礼拜天本来就休，礼拜六又没有上班。没有，我要回店里，你赶快回去，我要回店里，我店里还有事情要忙，我回店里，好不好？我先回店里，因为我本来也是要回家的，那因为一个那个以前我带的小姐蓝心，她在店里，所以我要回店里。你买使去啊，我无甲你骗啊，真的啊，已经等我足久啊。你也是看我的通嘞，你可以看我的通。没有了啊，因为他在那边呢。好，大个壮啊！你赶快回家，好不好？平安回到家赖我一下，好不好？平安到家赖我一下，让我知道你到家了，好吗 ？OK。一定要平安。好，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们随时都可以见面，真的随时都可以见面。哪怕1通电话你在哪里我都可以，真的，不要让我觉得说我很难靠近你们，没有，我真的很好相处，好不好？真的啦。或者阿公，我只觉得说像那个阿天这样发triển真的是不 OK， 太扯了。真的太扯了，我不会管了，我管这个干嘛？干嘛要管这个？好了，那你赶快回去。你还在喝啊？赶快回去吧，赶快回去。因为阿天忙就没落，然后就他也会。然后真的也喝不下。跟你讲，我要前面那个7条，直走到底7条右转。喂，他也喝不下，他真的喝不下，他就不要理他啦。但是就是说，你们这样会觉得是这样子那种口角，好累耶。好了。我要你身体健康，OK，没事。
你等会回家，你到家给我报平安，你不要随便给我报哦。你都还没有到捷运站。你右转到中桥的时候，再帮我右转右下。嗯。然后前面两个，你帮我靠右边的。哦，等我一下。谢谢。这边好不好？谢谢。来，不用找了。谢谢，拜拜。今天下午台北是不是有下雨啊？很像酒店小姐跟恩客，应该不是吧？应该是朋友吧？他跟他朋友讲电话。哇！紫辣鸡、白汤拉面一碗要290块。
哦，没有，我看错，390块招牌，一碗拉面390块。夏季限定哦。没有，我在想说390块，我吃泡面可以吃几碗？他应该是跟他朋友讲，你可以来店里面找我一起喝酒，不要一个人喝闷酒。感觉是这样子的。但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假的啊，在。哎，小赖晚上好。累是一定累的啊。你有点不打自招了哦。还在，哦哟，累累的哦。铁的行程。偶尔哦，人生就是该冲一波啦，对不对？哎，大叔晚上好。他晚上又睡不着，不会啊，你从现在睡到明天早上啊。你可以从现在睡到明天早上啊。
没办法。行的，行的。10点哦，我有在想哎，好吧，到时候再看看好了。无聊骑机车出门晃晃，那这个时候如果白天有下过雨的话，这时候应该也不会说太热了。动动脑。动什么脑？白天当然是太热了啊。Hello， 510，晚上好，好久不见了。你可以说人会变，但不能说你会这么做，是我的错。哭过就好了，伤都会好的，这样相信，所以深呼吸。我真的不懂，是关你屁事是不是？爱是为了拥抱，为了牵手，不是为了争吵，为了表达。半天我们都是只4个小时，你有看到我4个小时没载到一个客人吗？秘密，你是放暑假了不是吗？这个是什么秘密？我从来都不说不，不是因为我愿意，是因为我爱你。我从来都不生气，不是因为我没有脾气，是因为我爱你。我从来都不哭，不是因为我没有眼泪，是因为我爱你。哭过就好了，痛都会走的，记忆有线索。习惯没变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他这
是水。过过就好了。前方闯红灯测速照相，速限50公里。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不想爱，请给我。清晨阳光照亮了街道，拍拍灰尘，带着微笑，追逐梦想难免会疲劳，抬头看看蓝天依旧美好。生活就像一场冒险，每一步路都是考验，幸好有你陪在身边，点亮了每个平凡明天。我们都要快乐，每天都要唱歌，不管世界多吵闹，只要心是清澈，就像雨过天晴，阳光温暖照着，我们的手拉近了，困难都不怕了。生活就像一场长跑，不同跑道一起努力奔跑。虽然不能天天见面拥抱，一通电话温暖就在心跳。我们都要快乐，说好不准忘了，不管世界多吵闹，对微笑面对着，迎着微风奔跑，带着满满独特。大步大步往前走，幸福就在这。走得太快，忘了看看风景。谢谢有你给我无限勇气，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要坚定。我们都要快乐，迎着风向前走，不管世界多吵闹，有你在身边呢，未来的路很长，我们并肩走着，大手拉着小手点亮满天星斗，今天还有明天，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都要快乐，我们都要快乐。510是520的妹妹啊。夜太深到失去了讯号，方向盘握紧，手心出了汗。这条山路还要绕几个弯，车灯划破前方的空洞，两旁的树影像电影幕后，山风吹过车窗，停个低后。虽然爱
有，这个摩托车组太屌了吧？对你几乎都在3个整雾中穿过去耶，这么不怕吗？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睡不着。窗外月光静静照在墙上，那些恐惧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会怕黑，在这睡不着的夜。我会怕黑，闭上眼全是孤独。他只是个孩子而已。这句话的意思是。到底为什么要打完字之后就删除掉？这个我到现在目前是搞不懂的。对。这小小王歌。
害了。对呀。走忠孝东路到市政府前面站，好，然后再到基隆路跟忠孝路，基隆路跟双龙路。应该是，我应该是。有人说，没有五月天一起倒数，感觉好像旧的一年没有过去，新的一年好像没有真的发生。今天，我想要和你们再一次的倒数，再一次的迎接2021年的来到。你们说好吗？帮他抓每一次，他自己的大哥我不知道谁，就我们都会说新年有新愿望，就是要有新的叫他改变。去马来西亚，可是经过了2020这样子的一年之后，突然发现，没有了，跑去马来西亚那有关，好像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了。有人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但是在2021年，所以这么有数字颠倒了。对了，因为其实你跟他讲，就是只是说我这个钱有先拿回来，不然你就我希望一切回到从前，没有改变。我希望你们能够自由的旅行，自由的工作，就不知道是什么案件，开演唱会，是这里跟人家有那个先跑，把声音完全的呐喊出来。他说就是林敏后来回来，林敏跟人家有那个，比如说我们这个类似力跟你的类似干架，他现在就是我把你弄掉，然后现在大家互相，就像电视上，我也不知道确切是什么。如果说案件很少，就比如说我们去搬家啊，很多哇，之类的，因为我们来说，他好像也没有听说要出去跟人家，没有啊，对啊，所以这样会不会确实要跑到这里？你说你说你到底啊？到底要几点？我呀，要看我做到几点。我如果就超1个小时，假设9点开，10点可以到楼上，然后我到家到10分钟，15分钟以内就会到。啊，这样看得出来我吗？你甲讲啊，你即马无你注意哦。我上一次有啊，后来帮他问到更便宜。对，我要跟你讲的忘了。上次说打那个1个月，有一个意大利员装你来的，不同品牌1350，怎么可能那么便宜2个月。 1350，对啊，那不一样的东西吧？不一样吗？6MG 的，对，可是成分应该不一样吧？不一样也是领来的，对啊。他打有什么效果？我有。他打多久了？没有，我刚刚问到，他买那种日本转的版本，还没，因为我是真的有瘦下来，因为上次97点多，这一次92点多，所以我手上对，可是我觉得已经慢了哦。别人打的，因为人家吃不下去，我都还吃得下去。可是医生说这样反而是好。对啊，因为你没有太大的
对，他说瘦太快，他说那个会有副作用。我都不会啊我还。以为是怀孕，那个不是，因为我是妈，后来就问那个肠胃科医生，肠胃科医生说那我哪东不？好像打到10 NG，打那么高干嘛不是，？可是重点是他打10 NG，我看他吃很少，可是他根本就不胖，他每天都在说因为他胖。因为他们不胖的人，他的激素本来就小对啊，没有，就是他那个可以降的那个等级就是小。对啊。啊，反正我如果说3个月5公斤5公斤这样降，我觉得我要立即问你啊，我算你吧，那我们就胃炎长相啊，就是我觉得我健康啦，为了健康对啊，慢慢加点油啊。我如果可以做到70以下，我就觉得差不多。我当然有去照我啊，你讲的我对吧？大哥，你要前面右边有些赵鹏阳，知道吗？嗯，赵鹏阳先让我停一下，我再到松茸跟鸡茸，好，这样你比较好切过去。你也是会版本，我嘛唔知，蒙天乐如果是他有，他因为光月里来源场的都出来了。可是我真的觉得他到底几公斤？对啊，阿管管，他165，对啊，不矮啦。对啊，他165，他如果体脂很高了，我跟你讲， 50公斤上下是差他那种不多了。最好的就是要去运动啊，让身体他真的，他有纹，他有肉肉的吗？没有。膜是会肉肉的，如果是他50公斤比较刚好。对啊，他就想要降到50，我就说这个降，因为那个中间是因为你喜欢晒，我可能比较喜欢晒。早点那不能来就肉了，就是体脂。对，因为他那么高165，对啊，你体脂很高，你的肌肉它的确要用那个屁股啊，然后那种就是缺乏运动而已。这样很好啊。对啊，是啊，我想这样你手感不是很好。身体是很好，那你不是说带他？所以那天才会去走路啊，干说还没干给我一缸，我要跟他去走路。他不会早上跟你起来跑步吗？不会，你现在还有跑吗？我要跑，因为我现在那个甲亢的问题，我就没有体力。早点去穿，只要你讲了，好，再见。对，谢谢。好了，不要说了，好。谢谢。后摆我去宜兰，我想找你啊。哎呀，你啊去东山一定要找我啊！我住足近诶。好，歹势。好了，那个谢谢。好，这里哦，好，拜拜。就在这1分钟，海鲜餐桌慢慢咸甜香气弥漫，喝咖啡吃点心，悠闲的午后时光，看着孩子奔跑，笑声在微风中飘散，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简单。关掉手机，忙碌享受专属温度。一家人在一起是最好的礼物。看海去，吹吹风，把烦恼变成云空。蓝色的海浪轻轻拍打着小好的。看海去，好放松，脚丫在岸边荡漾，阳光暖暖照着幸福，就在这1分钟。海鲜餐桌慢慢咸甜香气弥漫，喝咖啡吃点心，悠闲的午后时光，看着孩
怎么了吗？刚刚是怎么样吗？闪什么灯啊？后面那个白痴一直给我闪灯。深呼吸蓝色海风，回家喽，明天再加油。野生鳖，有人吃过鳖吗？赶着投胎，真的。你我看看，每次经过这个八德路基隆路口，就看到一家在卖野生鳖的。对啊，从以前到现在开到现在，就是代表什么？它可能不难吃哦，不然怎么有办法经营那么久？有说过蛮好吃的，是这样子。对，看有没有好朋友去吃一下，再跟我讲好不好吃。就那一台啦，7787啦，一直闪我灯是怎样？你还好，你右转哦，不然我跟你杠上了，我跟你讲。没有，他走了啦。但重点是价格，我也不知道哎。对，我不知道他卖多少钱，可以 Google 一下。啊！
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谈心，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仅仅是失去你。怀念什么东西啊？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哦，超悲哦。对，超悲就不要听了、啊。我们怎么可以礼拜一又听悲歌呢？是不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比泰国虾还贵哦。你都晃神哦，对我都已经不知道晃神到哪里去了。人在心中，大家起精神来，大家起精神来，对。我心已将出发，生与死一切成空。长干一生，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
打起精神来。こんなこといいなできたらいいなあんな夢こんな夢いっぱいあるけどみんな叶えてくれる不思議なボケで叶えてくれる空を自由に飛びたいなはいタケコプター哆啦 A 梦。再背呀、再背呀、这首歌应该不背了吧？我还是喜欢叫他小叮当。对，哆啦 A 梦不知道哎，小时候叫小叮当叫习惯了。樱桃小丸子我就还好哎，对我还好。哆啦 A 妹，小叮当的妹妹叫什么名字？哈哈。小叮铃，对，小叮铃。怀疑为什么要怀疑呢？就是小叮铃呢。对，对，小叮铃提醒大家，对，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经过一次讲一次。金牛。我有台风假出来开车有啊，当然有啊。对，台风假如果是没有很严重，我就会出门啊。有风有雨那是必然的啦。对，那种我还是会出门。
觉得有机会放台风假吗？会有机会吗？因为我看那台风的走势啊，几率好像蛮高的哦。好好的感受，是我绽放的气候，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7成哦。暧昧，跟梅瑞晚上好啊。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挥挥手，手挥挥。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反正我跟那个也是同时下车的。新民你好，请问到哪边？市民大道跟那个金山南路口。市民金山。在他去那个市民大道跟金山南路口，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到土城那个海山捷运站那边。好。好了，谢谢。反正先送你到海山捷运站，然后就送你。哦，也可以。对。这样子他送下来了，明天请门要拿下来。可以啊。你今天说很多吗？我们那一趴，我看兰姐好像蛮刚刚代表说我们总共喝了10，然后你们那边喝了3，然后另外7瓶就是在我们这边，然后这边的话再看 Porter 跟喝多少。我没有喝。丹肯是喝，丹肯跟高明是喝1，然后因为它7瓶就很省，但是主要主力是在代表跟代表周总跟黄天他们3个算是这一桌喝最多，但是其他还是有喝。刚刚跟我就讲说，你会超过我都没有，只是他们有些喝白酒比较多，不白啤好酒比较多。你要走金山，走那个金山北路过去。对，我就是要走金山啊。然后待会他们直接上市民大道这样。好。所以你看你要在经过的地方在哪个地方上？你要走金山北路呢？对，回转。然后到市民大道口。对，到市民，没有他，我会在那个中间穿过去右转，上市民大高架，懂吗？对，他们要上市民大架。对，但我要在中立要下车。对，就是经过的地方，看你要在哪边下车。对。那跟那个我后面给他收据哦。好。我没有喝啊，因为我要开车。然后鞋你有喝吗？有，他坐车回去。那他没有喝很多吧？他喝不少。他喝不少，难怪他脸有点红。所以他可能要再晒一下。现在刚走。没有，他刚走。没有，我们笑他。有。凯西说我跟你不同边。没有，他回公司，因为他车在公司楼下。车？谁的车？杰里的车啊。他要开车哦。他应该有吧？他喝酒。他回公司不是吗？对啊，但是我不知道是要开车还是要车。因为他公司不是在，他的车不在公司楼上。对啊。对啊。他是幼稚园车好不好？他负责接送他老婆在考虑。他责任重大。如果他没有的话，明天就有穿。
就今天在喝少，对啊，可能要酒伴，他如果跟单纯坐在一起，啊不行，会被不行，他们会着急。会被撸死。不行不行，他们两个可能很早就喝醉了吧。可是单纯他有喝醉啊，他后面喝醉了他开始他从他来找可乐，我们就喝醉了。没有喝醉，然后我们就说肯定找我。有，他也一直来找 Eric， 哎呀，说你燕子过来。刚才姐你不是讲说你在去吵那个，明天就天门。对呀。爱的痛，痛的哭，哭的累了，日记本里页页执着，记载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骗着我。爱的痛啊，痛的哭啊。哭得累了，矛盾心里找着谁拯救，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点日记重新来过。你要在哪边？你刚右转，有讲或右转？对，红绿灯右转就只要让我下车就好，好。因为他直接就上去了。对对对对。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对，那你这样还要走？没关系，再走200公尺，前面那个红灯。你这样离公司也蛮远的。对啊，就750公尺啊，比较便宜。真的。这样哦，谢谢你们喽。好，拜拜。拜拜。谢谢，拜拜。拜拜。离公司有段距离耶。对啊。所以他早上是走路啊。他蛮早的，我大概3点多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点日记重新来我知道啊，我的意思说跟以前比起来，他瘦了。我们已经瘦很长，可以用你们来赚。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点日记重新来过。我不知道赚多少钱，但后来我不知道他们两个的，他后来就说他这几岁就奖金激励，之前是啊，之前是他老公的，他后面就没有听他说。
突然想要诺啊，刚刚我都没看到他哎。你不是坐他附近吗？没有，我刚刚坐很远的，我是在这边，他是在最旁边。对。我开始想说，他该不会是压后来的吧？他是最后一个。他跟协理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他是跟协理吗？他跟协理一起上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一起坐车来。我还以为说他是没有，因为刚结束，我想说太多了，他还喝酒吗？不知道，因为坐太远了。那边是有彩衣，可是你们那边也彩衣。对啊，所以刚本来想说关心一下，就我怎么没看到他？我想说他先走，想关心。不过还好，那个 K 我这次没有，没有喝，没喝酒。他没有喝，我是说以前喝醉的时候很可怕，有被人家讲吧，然后克制。他可能看尾牙，可能他比较会喝吧。他最近在克那个。然后周总来我们面前有这样说，你们怎么都是果汁啊？不是，他说 Carol 说我们员工旅游可以3天2夜啊，然后第一天就是都喝酒的，然后本来周总很震惊，然后真的假的？然后就说没有啦，是他们想的，但是我只是听听。怎么可能？因为我们会找那可乐的店，现在都还没回应我们房间的问题，因为他说我们突然暴增，他还在抢。他们讲说那个饭店算很旺，对，连那个可乐都是这样，因为他说刚开始我们其实不是12月12号，是11月，但是都没有到。因为那时候还不确定人数嘛，然后他就说别人先缴定金就先走，定走这样，他本来是要11月，然后杨总就蛮生气的说，要给时间，因为他们的老板，因为他说邀请我，
今天本来想休息啊，结果想到自己是服务，想说算了，因为他说他今天就爱困，他不会很晚11点，哇，对，所以他说他早上起来超挣扎的，他应该就是半天，对啊，是早上对不对？他如果没有骑车干嘛，第一个你就会很热，因为中午来的话很热。他如果跟他提醒说，他就是上班的时候下班，所以他跟你讲基本上我经常让自己有后悔，周末加班，礼拜一上班。也在上班的，对，就上班的时候，因为突然认真上班。礼拜天早上也是好累哦，然后刚好礼拜天下雨，想说还好礼拜六去台中，对，那天晚上还下，白天也下，下午下，好像是到傍晚。因为本来礼拜天是规划要去那个看那个三鹰那个，对，后来下雨，然后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放啊？有，我今天早上有看那个，但是我记得好像昨天傍晚6点多才下雨，下一阵而已，不会像今天那么长。本来是说到8月底之前做都有，然后因为我是只有礼拜六跟礼拜天，但是我看这个不是很短，车厢很短，好像只有2个车厢。啊，那不是一下就满了？今天会如果说你刚好在一个很热闹的时段，可能就会来，可能要坐下一班。他们可能觉得说那个只有可能在上下班尖峰时期会比较多人，其他应该都是3-2不会太多。我觉得他们是用那个火车去做设计的。他不用走出来啊，不用走出来啊？因为我去做过，去做过了。礼拜天的时候。对啊，我也想说去体验。但是它这是车厢很短啊，2节。真的很短。那一下就满了。哦，所以它也是地下吗？它走上面的。哦，也是上面。而且好像听说很多弯来。对，很多弯，所以很慢。走路就夸张了，很快，火车比较快。像那个我之前坐的淡水那轻轨，我觉得好慢。轻轨我没坐过，轻轨也很慢。我坐过高雄，它那个本来就不能晃。
我不知道，可是没有练习，因为我也不知道。然后我是听他在讲一下，那很低调，因为那个当时过来说，哎，人家有上面写的那个人是谁呀？这样，然后他就说不好说的，然后就后来那个当成走了之后，那个来就问他说，然后你就说生气。老公吗？然后他才说，对啊，我也会美这样。我刚刚拍照的时候，那个人不是我忘记谁讲说，哎，你老婆要不要跟你老婆是那个，就是说你要回哪里？这样是他们这种党的在约，然后那个什么，好像小猪先讲说你要回基隆吗？然后我就心里 OS， 我心里在想说，他不基隆不回基隆吧？然后后来拍照就很讲说，哎，你要不要跟你老婆生气？然后我就说什么？他结婚了？所以你也是今天才知道？哦，是啊，你早就知道？没有啊，我是刚跟他讲的时候我才知道。没有，我是说当时我不知道。我们公司的人都是低调，怎么那么低调？对啊，我只知道当时有女朋友，我是连这个都不知道。我知道很多年前，然后说那个分手，然后就沉寂一段时间，怎么低调？对不对？哥也是低调的，然后我像凯西跟小贾也超低调。低调的，你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结婚什么时候，而且他们前阵子还去蜜月旅行。啥？我也是，他们两个同时休假，因为我知道哪个在一起，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我的。那他们登记，有要练课吗？没有，而且也是登记，然后不验课。是哦，对啊，那我就跟我们一样，应该都是家人是这样，对啊。然后我也是想说，什么？你看你跟我反应一样吧，都是后来才知道的。然后小布就跟我讲，你不知道吗？我说我应该要知道吗？没有啊，我知道我们没有请客，说真的，你也不会知道。我知道我们是因为他必须要跟我请假，婚假他写婚假，因为我知道我在旁，因为我没有说是小布标给我看，说哦，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就跟他讲，那如果我要去问他吗？他说没有，因为我们本来就很低调，他不喜欢人家问他事情，所以我都很少。他是自己主动讲，因为 Area 就在问他，应该是说哥已经讲了，对啊，所以他就不得不，因为他个性很低调，我也不会问。但我跟他现场好像也没有带一个，但我原本以为他是订婚，但我没有去，对我只跟他讲说，我只是他请婚假的，我想说，你说这可以拆开吗？他就可以都在旁边，因为我怕他就，因为他第一手就请。所以 Area 才在那边讲啊，哦，该不会前公司只剩我是单身吧？然后我们就有啊 ，Cindy 啊，然后维尼就说，哎，你谁？然后他就说，哦，那很少人呢。然后后来我就说，啊，不然你赶快去找一个。他应该有吧？他没有，他说他不想那么早。对，他说那个灿坤那不是扭蛋吗？对，他说是扭个蛋也有人跟他打伞。所以我才讲说好快。对，其实他应该不会缺认识。他是有故意在扮丑，他的扮演其实很漂亮。对啊，那个文气的那种。然后他身材就很，他身材也很，然后他在洗。然后他真的很瘦，他两个但是要吃很多。对。他我每次比如说中午经过，他就那个早餐店，我就说你今天买什么？我就说我没有，然后他就说你确定你吃得够？他说我还有加那个肉桂烧，OK，有符合你。对。我不知道他有时候可能只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就说你这样够吗？他就讲说应该可以吧，我就说你是你的食量。而且，然后我今天才知道他超级讨厌香菜，超级讨厌哦，因为那个我们有一道菜是那个有个肉，然后上面有菜，对，那个松满猪，哎对，松满猪上面的酱料没有香菜，他这么敏感，对，他马上吐掉，哇塞，那也太敏感了吧？对啊，我
哇塞，你也太厉害了吧！谁会去看那个酱料？可是它酱料有一个它的那个肉的青菜，我是不确定，因为我敢吃，可是它没有青，没有，他说不行，他不行。还是它是香菜的意思？对啊，是香菜的意思。香菜跟香菜同家的，不知道哎，他可能不喜欢那种味道吧，他就是不喜欢，他不喜欢。我一个朋友是香菜狂热分子，我上次来陪他，然后上次我们就是看到 OK 那个火锅，大陆那个我忘记看什么捞啊？海底捞哦，对，海底捞捞的香菜火锅，然后我就跟他讲，对，他有出香菜火锅，然后我就跟他，我就一很到我说你要不要吃？他说好去，结果我们就先去板桥大圆板，结果他那个时候没有香菜火锅，那时候还是有西门町庆城街，哦，有限定那个门市，就是西门町，然后庆城街的，还有那个信义区3家，北部有3家，然后我们就说好没吃到，隔不2个礼拜，1个礼拜2个礼拜，我又去吃一次海底捞，结果我吃的那天他就跟我讲说，哎，大圆白有，又去吃了。大热天去西门走路去西门町，因为他是在西门町跟，那他真的超爱很香菜。对，然后结果他吃他就有说，他不是单纯香菜，他还有加什么饲料的成分。但是我吃得出来，对他们就很正常。然后他讲说，他说那个还有加一点就是奶油还是什么，就是不是那种。他是他喜欢的吗？他喜欢，但还好，但是他不会。那我还是吃我们班级。然后，但是它有些东西真的是吃香菜不能用，是捞是真的还蛮好吃。那个是路人吗？而且很难停车吧？有啊，就那个医院亚东医院。我就跟我妈讲说，我亚东医院像亚东这个手工脚，到底说这边东西应该很少，整个感觉没有。但是都那也更荒凉。那我家从这边是，但是他在他的那附近没有什么那个路就比较小心，所以不方便。对，只要是新的快递，就是那种黑猫啊，然后是找不到，都会打电话，因为你家在哪？这么难找。然后我妈最近对，因为昨天我妈叫我去，说我也是新的，我觉得好像是就是可能第一次来就找不到。她也讲说你在哪？我连救护车都找不到。是啊，我们要站到入口，然后跟他讲说我在哪里等你，然后跟他带去。还好我们家附近，因为我们家那边都是工厂。因为要是后面有增加很多住户，就像那个门牌就很乱。所以你平常骑车的话是坐到这一站，然后再换骑车吗？我应该是说，如果要走亚东，就会到亚东。然后如果说我要从南山那边走，因为我在2站中间，然后一边走到，然后亚东它没有牌子，太热了。还是很热，不是热，是闷。闷的，对。可是正常来讲，应该会凉。对，夏后应该就会凉，它没有。上礼拜不是不是等比较晚下班就会觉得凉。对啊，不然就是今天有。而且红开季好像都我不敢想象今天台风会多大。但是就看这几天吧。但我就跟代表说，我在那群里很酷，我就说，
长说这是一个没有台风假的台中，我说我希望他都不要。然后真的会延误很多次。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那时候在哪里，那边就不会有台风。他在台中不会。然后我就跟他说，上次去年都在高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快都没有放台风假，我说那你高雄。我不要。对啊，你就回家吧，对啊。然后我礼拜六去台中，本来想说去找丽丽姐，结果丽丽姐说可是我不在台中。我说什么不你去哪？她说我去参加我弟弟儿子的婚礼。他跟我讲，我问他说他不要参加那个，在哪里？在哪里？就海山捷运站那里，那个裕民路，海山捷运站交叉，那个什么路啊？我不用弯进去，就在裕民路上就好了。他这样弯进去，这边就裕民路了。哦，对了，没有，就是裕民路上就好了。没有，因为他那个捷运站还要再弯进去。我忘记那一条可能那一条是学府哦，不是学府要在前面，那是我要回家的路。所以我在海山路口。对。啊。我那条叫海山路口。那叫海山路吗？我不在。我真的没有，我们真的没有认真关心。海山捷运站那个路口就不用弯进去。然后等一下要麻烦你。对，再继续载他。对。我要带你进去一个神秘的地方。也太恐怖了，神秘的地方。我不知道今天里长有没有开车。应该就这一条。对。这条海山路啊。谢谢。拜拜，谢谢啦。那个要麻烦你前面学府右左转。学府左转哈。左转学府。左转。你家路你不知道叫什么路？不是，因为广福路啦，广福街，但是它在前面那边叫货。所以我都直走了。下一个红灯。下一个红灯左转。对，这个红灯不知道，下一个红灯左转。就是什么烤肉店，因为它太常点。因为我们那个店我不知道为什么做不长久。哦，三角窗那家是。